在庆余年中，有着一个最强家族的存在，在这个家族中，全家老少没有一个怂人，直到结局都无一人身死。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政治领域，他们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如果他们愿意，庆帝一生的夙愿一统天下，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难事。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聊，在这庆余年中最强的家族范家。第10位范良。范良是范闲的儿子，虽然在整部的故事作品中，范良也就在结尾的部分出现过几次，但是作为范闲的儿子，自然是不会缺少培养的。范良这个名字起的时候，是因为范闲想到了一个成语，叫做贤妻良母。贤的妻子是良的母亲。范闲长大后的成就，想必也不会低于范闲，毕竟他的姐姐已经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了。第9位范淑宁。范淑宁就是我们的小花同学，她从范闲那里继承了霸道公爵，不过并没有继承母亲柳思思的安稳性格，更像是她奶奶叶青梅的翻版。10几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跑到了神庙中，找到了神庙里面的宇宙飞船，坐了上去，直接飞出了地球，前往了佐天星域，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到地球了。就这样，我们的小花同学便永远的跟地球说再见了。不过在佐天星域中，范小花帮助怀氏登上了那个星球帝国的皇位，并且在星球上建立了大师范府，开始了怀氏王朝的时代。而范小花则是直接开始了统治怀氏。在第2部剑客中的大师范就是小花同学的后代，从人设和地位上就足以看出范小花当初的能力。毕竟猫腻的作品中最生猛的都是女的。第8位柳思思。柳思思在剧版中并没有介绍过，是一个被删减的角色，但是她才是范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从小柳思思就跟着范闲一同长大，属于范闲的贴身丫鬟。在范闲进入京都的时候，柳思思则是留在了儋州的范府中陪伴着范老太太，所以故事就少了很多。不过在范闲和林婉儿成功订婚后，柳思思就被范老太太送往了京都之中，作为了范闲的天房丫鬟。本身2人就是一同长大，范老太太这个安排也并没有什么不妥，所以之后在范闲下江南的时候，将柳思思也一同带了过去。而因为2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柳思思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范闲的枕边人。虽然她并没有太多独到之处，却给范闲生下了那个冲出宇宙的女儿。刻画并不是很多，但头脑却非常的好用，不然也不可能跟林婉儿他们搓麻将的时候还能够只坑范闲，自己全身而退呀。第7位林婉儿。这位鸡腿姑娘可谓是全书的颜值担当，在范闲去庆庙的时候，第一眼看见就迷上了她，并且在不知道她身份的情况下，直接拒绝了自己和公主的婚事。而得知林婉儿就是那位要嫁给他的公主后，嘴脸立刻进行了改变，嚷嚷着此生非林婉儿不娶。单单是林婉儿的身份就已经是庆国中的贵族，母亲是庆国的长公主李云瑞，父亲是宰相林若甫。作为皇室的人员，林婉儿一生都不愁吃喝，虽然身体柔弱，但头脑却十分的好用，在麻将桌上从未输过钱，甚至能够跟范思哲互相搓上几圈。等结婚之后，林婉儿的故事就少了很多，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带着柳思思和叶灵儿等人一块在家中搓麻将带孩子。第6位范思哲。范思哲在没有遇到范闲的时候，就是父母眼中的问题儿童，因为他整日里不学无术，拿着家里的钱四处的游手好闲，甚至直接跟3皇子合伙开设妓院，为了赚钱是不择手段呢，一度让范建和柳姨娘十分的头疼。但在范闲看到这位弟弟后，无意之间发现了他的算术天赋，加上十分爱钱，范思哲绝对是做生意的好苗子，便开始向范建推荐让范思哲做生意，还在之后放手将北齐和内库走私的事情交给了范思哲。而范思哲也并未让范闲失望，在北齐中将商会经营的有声有色，帮助范闲打通了北齐的这一条道路。当初范闲安排他前往北齐，除了躲避朝廷的追查，另外就是给范家的人留一条后路，即便是范闲跟庆帝翻脸，范思哲也可以在北齐中接应家人，而这也足以证明了范思哲能力十分的出色。第5位范若若。范若若是整部作品中第3位使用巴雷特的人，他从小就跟范闲生活在一起，被范闲灌输了不少现代思想，是范闲第一个铁杆迷妹。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妹妹躲避被逼婚的情况，便安排她前往北齐，跟随苦荷学习医术。而在这段时间内，五竹带着巴雷特前往了北齐，教会了范若若如何使用它，将她培养成了一个女狙击手。而范若若也在范闲和庆帝决战之时，偷偷前往了皇宫，用巴雷特狙击庆帝。如果不是开枪的时候范若若心软了，恐怕庆帝的脑袋会直接被打爆。虽然范若若并不会武功，但是一身医术也可以让她救死扶伤。结局的时候，范若若选择行医天下，去救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群。唯一不足的是直到结局她都没有答应李鸿成的追求，不然这一对也是圆满了。但谁让除了范闲他谁也看不上呢？第4位柳
如玉。柳如玉是范建的第二个媳妇儿，虽然身份不是皇室的人，但是庆国的皇室对于他们柳家向来是非常敬重的。而柳如玉的妹妹还是宫中的贵妃，这也让柳如玉的身份本身就非比寻常。她嫁给范建，完全就是因为喜欢范建罢了。不过在范闲还没进入京都范府的时候，柳如玉作为家中的女主人，自然是不希望这个私生子前来争夺范思哲的财产，所以背地里也用出过一些手段。但范闲之后也得知了柳如玉爱子心切，所以便选择原谅了他。两人和解后，柳如玉就在范家之中不断的帮衬范闲，毕竟范闲是将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引入到了正途的人呢。第三位，范建。这位司南伯范建从小就跟随着庆帝一同长大，因为范建的母亲是庆帝的乳娘，他跟庆帝可以说是吃着同一位母亲的奶水长大的，地位上自然跟其他的官员不同。虽然说范建并没有自大到要跟庆帝一同坐到龙椅之上，但是在庆帝的眼中，少了范建就如同少了一个臂膀。虽然因为野青梅的死，范建和庆帝之间隔了一层间隙，但范建的心始终是向着庆国的。即便是范闲和庆帝翻脸，范建也又让他保证，在不损害庆国根基的前提下，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忠心的人，庆帝之前的皇位才能够做得非常的舒心。而范建不仅是官居高位，早期帮扶了范闲很多，而且头脑也是非常的好用，是一个智商不亚于陈平平的老狐狸。范闲做的很多事儿，有不少都是范建帮他收尾的，只能说范建对于范闲是爱的深沉呐。第二位，范家老太太。范老太太的戏份大多存在于前期，也就是范闲小时候在儋州生活的那段时间。老太太作为庆帝的乳娘，十分受到庆帝尊重，地位虽然比不上皇太后，却也是庆帝的干娘。如果不是老太太不喜欢宫中的生活，恐怕也不会回到儋州。在范闲小的时候，老太太故意做出对范闲冷漠的样子，以此来保护他，但还是被范闲看了出来。对于自己这个孙子，老太太可谓是非常爱护啊。虽然她并没有什么权力和武力，但凭借庆帝奶娘的这个身份，整个庆国中就没有人敢动她。即便是庆帝，也断然不会对老太太出手。毕竟奶娘如同他的第二个生母，想要成为千古一帝的他，又如何在孝道上落人口舌呢？第一位，范闲。作为整部作品中的主角，范闲可谓是范家人真正的门面。叶青梅给范闲移植了现代人的记忆，让范闲从小就拥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一路上他也认识了很多帮扶他的朋友，比如北齐圣女海棠朵朵、东夷城司顾监的小弟子王师三郎等等，还有王启年、高达等亲信，更不用说那些天塌了也能为他撑起来的6个爹呀。尤其是范闲还跟北齐皇室战斗都发生了关系，两人一起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未来北齐皇室中同样也流淌着范家的血脉。如果范闲想要拿下这个天下，这些人都会倾尽全力。他有着这个能力，却没有这个心思。毕竟范闲是一个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并非是一个战争贩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如果你是范闲，你会选择一统天下，还是隐居深山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